大车载我，搬过了红土的南高寮，终于看到海了。大汉去左边，沿着修身仔的山岭去行军，遐尼侪人，眺望的海搁较大。前边时阵，也是往一阵，去看阿公阿嬷的灵骨塔，搬草搬花，古树规开的山顶，阮看到海搁较远，真怀念，对着爸爸去跳舞的日子，家土的七个人游来游去。匆匆的我，眼前迷茫，世界迷茫，才看见这个海，这个山，咱的海，咱的山，拢老了，第二个吼，我题目我改，因为吼，月底就去伊个美国，你讲美国吼，你用念一首诗，拢叫我念一首诗，有个人听。我不爱念中文啊，我想要念台语吼。这念台语是我来讲做，想要把这题目改，去改做北台湾的山，这题目想要来改。今仔做咧揭秘吼，这头风鸟就你这边那聊，叫做北台湾的山。我们谢谢蒋小姐吼，帮我翻译的蒋小姐会讲哦。就讲我迄个三合院吼，叫做三合院国语啊，我唔知咩啦。我反正不甲我做，但是反正真好。正新好良哦，这反正10岁，我想我习惯来讲，咱用正新好良来讲这件事看，我直接一定翻译出来。我迄阵话就传到甲翻到单，甲翻安尼了，我传伊，今仔我收获一下。我这样来解释性吼，北台湾的山路，无名的山路，点点看过山岭，安尼哪像做足咱的，嘛真满足的，伫头前迄个山谷结束了如意。这个山路的尾头，一个灯徛伫遐，规律的温吹，自几啊间的正新好良的面顶。看完了这个时阵，几更前，才来淡淡啊跳出山谷，然后十几工，正探秋，牵一个名，足大声的，高叫，更较具体，呼应着这个山谷的安详。我才注意到，原来这个针。我爱针是去互天时个修身仔，个游动会来甲包围的。这条水准从遐慢慢啊来甲弯出来，弯水落七个人的边啊，我是高龄的，受到一瓦卡，这个出水换为软石的题材。出水嘛绕过我的头前，其实我春天到啊，我日头可能是在插胶啊，那是我细汉的时候钓咧插胶款，扑通一声，行到了水底的河里，我个抬头远看，这条山路又个点点来穿过山岭。第三首吼，这首吼较悲伤啦吼，因为阮爸爸已经做伫个台中地位吼，咱这个台中医院办理了这个地位，政府吼都伫遐做活动啊，好无？伊做了了，我是到3档了后，我妈妈吃过，我妈妈吃过了后，我就感觉讲。安尼袂使，人袂讲鼓励大家要做代志，
所以我就甲辞职。啊，要辞职当然有足侪原因了。第一是我妈妈倒咧，我一定爱死。第二就是说啊，我知影这个结果是无一定变啊，一定无迄种咱特别可爱，一家头先走咧，啊，无走，最终啊，我你是讲个先背的啊，好，或者是我转来了后，开始我看，我咧陪我妈妈，就今仔我带我妈妈去看，我爸爸，我妈妈跟爸爸感情真好，所以造成我爸爸很重视，伊其实拢是啥物人，我妈妈讲，即个不对人。其实我遐个理啊，头来头下，总是讲要来走吼，啊，讲我去想要去美国啊，你喺动一点吼，等你本来过来讲，你讲我呢，所以说其实是蛮感伤的哦。反正我的另外一个看法哈，我的爸爸跟妈妈，妈妈无小心摔倒。坐伫轮椅面顶50几岁的我，站去看爸爸。爸爸已经中风3年啊，大部分的时阵拢坐伫眠床顶，规个人早就失去任何表情，但是拢无神的看着阮肩胛后壁坐遐。妈妈甲我过去，看到伊的手，去甲家己的肩胛过，甲安慰讲，我一紧就会好啊，甲伊前共款，每一工拢会来看。即天下晡，伊台中疗养院，甲少年的时阵共款，用足长的时间坐做伙。妈妈知影，家己恐惊无办法徛起来，真交代。爸爸也唔知，妈妈会